經紀諗，你平日着得好西裝骨骨喎，做乜今日着得咁 smart casual 嘅？蕭秘書，你有所不知啊！我為咗今日呢個主題，我特登着呢套衫嚟襯翻今日嗰個 topic 嘅。我哋一齊望下後邊先啦。你睇下後邊，綠草如茵，青山綠樹，連個大廈嘅玻璃都係綠色嘅，所以我咪着咗呢件綠色嘅格仔衫嚟襯翻今日呢個單位嘅主題咯。嗱，我老闆就有3個小朋友㗎，最緊要提供到一個舒適嘅環境俾佢哋讀書同埋生活。呢個單位做唔做到先？呢個單位一定得。呢個單位最大特色就係眼前呢個大廈嘅平台花園，種晒綠色嘅植物，對小朋友眼睛絕對有幫助㗎。有個公家植物平台都幾好喎，又唔使自己打理。但係老闆有3個小朋友，呢個單位夠唔夠分㗎？一定夠，因為呢度有4間房，而且每個房間都係望住同一個景觀。小朋友入到嚟，佢哋自然識得分㗎啦。我行勻全屋，就睇到1間房啫喎。經紀諗你呃我啊？呢度內有乾坤，另外3間房唔係喺度咯。原來3間房匿埋晒喺呢度，我仲以為呢個係 display 櫃嚟嘅添。就寢區同埋活動區都分開，呢個設計都幾好喎。係啊，蕭秘書，呢度仲有張8人圓台，你下次上嚟同老細喺度開完會，同佢全家人食埋飯都仲得啊！吓，唔想同老細食飯喎，不如你介紹埋呢個單位其他嘢啦。呢個單位係富匯豪庭，顧名思義就係富豪匯聚嘅居庭，連屋苑大堂都以酒店式大堂設計，特高嘅樓底盡顯氣派。富匯豪庭位於寶雲道2號，呢個單位實用面積1805平方尺，4房1套房嘅設計，全屋都俾綠色植物包圍。客飯廳裝潢簡約中帶嚟奢華，非常實用，絕對適合追求生活品味嘅你。客廳大型落地玻璃窗，非常光猛明亮，而景觀亦都非常開揚。左邊望到動植物公園，右邊望香港公園。至於廚房，設備齊全，地方闊落，有明火煮食爐、電磁爐、大焗爐等等，用嚟親自下廚。宴請親朋好友都唔係問題，而佢嘅4間房之中，3間房都可以放到3邊落床嘅雙人床，而主人套房除咗可以容納 king size 睡床，仲有一個獨立嘅衣帽間，空間感十足。交通方面，往返中環、金鐘車程只需約莫10分鐘。對於有小朋友嘅你，呢度位於小學11名校網，附近亦有多間傳統名校中學、國際學校，小朋友可以升學一條龍。蕭秘書，呢單嘢靠你啦。經紀諗，下次有再靚嘅單位就介紹俾我啦。下次見。